精神分析系列9自體心理學中為何會愛上一個人，填補不完整的空缺。大家好，我係臨床心理學家同臨床腦神經心理學家李博士 Dr. Jason Lee。有無試過問自己，為什麼我哋會對某啲人愛得咁深，甚至有啲控制唔到嘅感覺？我會用自體心理學嘅角度同大家解釋，人嘅基本狀態係一種空虛寂寞，動而不自知。如果一個人孤零零咁存在，無任何環境刺激，其實佢會覺得自己好似唔完整。呢種唔完整嘅感覺係因為我哋唔能夠好似觀察一個蘋果咁去觀察自己。基於呢個最基本嘅經驗，我哋會想揾一個人去填補內心嘅空缺，俾我哋感覺到，哇，我從未咁真實咁生存過，咁活生生咁活住過。呢個就係愛情嘅一大推動力。今集我會講解呢種心態點樣形成，同埋一般人會點樣填補我哋唔同嘅空缺。人好空虛，所以我哋要喺關係入面見到自己。呢個就係自體客體關係 （self-object relationship）。簡單嚟講，自體客體關係係指我哋會將其他人當成自己嘅一部分，透過佢哋嘅反應去感受到自己嘅存在同價值。雖然佢係另一個人，但喺我哋心目中，佢嘅某些部分係為我服務嘅，好似係我嘅延伸。放心，如果你而家覺得有啲亂，我會用例子解釋清楚。講到人嘅關係，精神分析通常會從第一個關係開始講，就係你同你嘅照顧者，多數係媽咪嘅關係。試想下，當一個 BB 出世時，佢唔明白我同其他人嘅分別，佢只係感受到一啲觀感刺激，但無清晰嘅我同他嘅概念。如果你有興趣，可以翻看我之前講過嘅瑪格麗特馬勒 Mary Muller 嘅理論，講人點樣做自我分化 individuation。當 BB 開始分化，意識到有我同他，自體客體關係就開始形成。BB 同媽咪嘅關係係點樣呢？例如 BB 肚餓咁喊，奶嘴或者媽咪嘅胸部就自然出現。BB 唔明白喊同奶嘴出現之間嘅因果關係，佢只係自然反應，然後需要就被滿足。呢啲體驗好似頭等艙服務咁正，甚至比頭等艙更正。頭等艙要叫空姐，BB 唔使。又例如 BB 大便咗覺得唔舒服，照顧者會即刻清理。長年累月喺呢啲優質環境下， BB 會覺得我係全能嘅。點解？因為喺佢嘅世界真係圍住佢轉。肚餓就有奶，唔舒服就有人搞亂。唯一嘅解釋係我係全能同完美嘅，所以世界會回應我。但其實呢種全能感點嚟？係因為有一個全能嘅救世主，通常係父母或者照顧者，佢哋負責滿足 BB 嘅所有需要，俾 BB 覺得自己好似全能。呢個時候 BB 會有個意象，我係全能嘅，因為我依附係一個好有能耐、對我好嘅存在。透過呢個存在， BB 見到自己嘅價值同能力，覺得自己係一個值得被救贖嘅人。自體心理學講到，透過其他人嘅行為，我哋先見到自己。喺 BB 嘅角度，一個咁全能嘅存在竟然會回應佢嘅需要，呢個就係理想化移情 （idealizing transference）。理想化移情嘅內化，如果 BB 發展得好，呢種理想化移情會被內化，佢會明白有一個好有能耐嘅存在會回應自己嘅需要，於是佢覺得自己有價值，被救贖。當呢個認知內化咗，長大後佢就唔會再拼命追求呢啲感覺。呢點同愛情好有關係，因為理想化移情係一種好原始嘅移情，雖然唔係唔好，但係最基本嘅一種。透過呢啲關係， BB 回應咗空虛寂寞凍嘅空虛感，因為佢嘅存在有人回應。B 寂寞同雙生移情。講完空虛，講寂寞。小朋友慢慢長大，佢同父母嘅互動會點樣？例如佢開心同媽咪玩，媽咪會陪佢一齊笑；佢唔開心，父母會因為佢嘅狀態而憂慮。呢啲同喜共悲嘅情感共鳴 resonance 或者叫協調，
attunement 共情 empathy 會形成雙生移情 twinship transference。呢個移情俾小朋友覺得我唔係孤單嘅，其他人同我有相似嘅經驗，我同呢個世界有聯繫。呢個就解決咗寂寞嘅問題，因為有人陪佢同行。如果小時候呢啲關係夠穩固，呢個意象會被內化，長大後佢同人相處就會順利。視自尊同鏡影移情再大啲，小朋友可能畫幅畫俾媽咪，或者折紙飛機展示能力，父母會讚佢好棒啊。呢啲認同同表揚喺字體心理學叫鏡影移情 mirroring transference。透過其他人嘅互動，小朋友見到自己係點樣嘅人，呢個意象內化後就變成自尊感 self-esteem。喺溫暖同負責任嘅父母照顧下，小朋友會建立穩固嘅自尊，因為佢喺原始關係中找到自己，發展順利嘅結果。經歷過呢啲嘅小朋友，長大後會好有活力，因為佢嘅情感同其他人共享，佢會自足，唔太依賴人，因為理想化移情以內化。佢亦會有自尊，因為鏡影移情嘅影響。成熟嘅關係中，字體客體移情仍然存在，但會比較中性。例如兩個人互相有鏡影移情，就能形成深刻嘅心靈交流，不對稱嘅精神狀態。但要注意，字體客體移情可以好單向，例如 BB 吸奶時，佢覺得自己全能，但媽咪可能只覺得煩。呢個就係不對稱嘅精神狀態 asymmetrical mental state。BB 唔會將胸部當成獨立個體，而係自己嘅延伸，服務佢嘅需要，直到佢有整全嘅自我。點解我哋會愛上一個人？講咗咁多，點解我哋會愛上某啲人？字體心理學話，愛情係填補內心空缺嘅方法，通常有3種模式。一，將對方當救世主，你覺得自己好殘缺，相信喺關係中可以被救贖。呢個係理想化移情嘅影響。如果你缺呢種移情，就容易被救世主形象嘅人吸引。例如有人中意揾實力派伴侶，或者追求名牌，都係想透過有能耐嘅人和物提升自我價值。二，另一個自己，你覺得對方同你好似，填補咗孤獨感。呢個係雙生移情。童年缺乏嘻嘻哈哈嘅經歷，會俾你根深蒂固嘅孤獨感。當有人同你一齊笑，你就會有感覺。三，靈魂伴侶，對方好似好理解你，俾你從未咁被理解過嘅感覺。呢個係鏡影移情。呢啲伴侶觸動你嘅自尊同認同感。成熟同殘缺嘅分別，成熟嘅關係有相互嘅字體客體移情，但殘缺嘅關係好單向。你愛上一個人，可能係將自己嘅空缺投射喺佢身上，而唔係真係愛佢。當幻想破滅，例如一齊住時見到真面目，感情就容易出問題。愛情破裂嘅根源就係你試圖喺愛情填補自己嘅殘缺。如果你感興趣，請繼續關注，我們下次再見。